校長講故事。Hello， 大家好，我係中華基督教會馮良傑紀念中學黃偉珊校長。學校社會服務團嘅老師每年都會為同學舉辦唔同嘅義工活動。喺大半年前，佢哋諗咗個好創新嘅活動，就係同社區嘅藝術團一齊協作訓練學生進行慈善戲劇表演。老師同埋藝術團嘅工作人員足足用咗幾個月時間去訓練學生進行彩排。而慈善籌款嘅對象係天使綜合症嘅家庭。呢一種罕見病，本港每年大概都有3至5宗嘅確診個案。由於係屬於基因嘅缺陷，所以係暫時喺醫學上邊都未能夠根治。醫生只能夠按住患者嘅患病程度作適當嘅治療，改善患者嘅起居。學生喺籌備呢一個慈善戲劇當中，好深深感受到患者父母喺照顧時候嗰種嘅心力交瘁。但係同一時間，亦都好感受到佢哋愛嘅偉大。同學明白到原來自己身體健康唔係必然㗎，平時覺得嘅困難，比起人哋身體上邊嘅殘障，簡直係微不足道。同學都好開心，因為自己可以用自己微小嘅力量去幫助他人。而我見到同學咁堅持，為咗完成一件有意義嘅事，苦練幾個月，最後可以好勇敢咁樣喺公眾面前演出。七情上面，說話流利咁樣演活好每一個角色。同學仔喺公演當日順利咁樣完成，好有滿足感。2個天使綜合症嘅家庭亦都到嚟欣賞，佢哋覺得好感激，好感激學校嘅學生同埋老師，利用呢套嘅舞台劇去喚起社會大眾對天使綜合症呢一種罕見病嘅關注同埋認識。而同學喺課程當中，亦都學習到好寶貴嘅一課，明白到自己嘅幸福。知道凡事要持之以恆，做事要有毅力，亦都要勇敢咁樣突破自己嘅界限，最後好好裝備自己，將來先至更加有能力去幫助到更加多嘅人，作鹽作光。